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英國生活快報，我係 Chloe。今日係12月25號，聖誕節，一齊睇下今日英國最值得你知道嘅幾件事。首先睇一睇今日英國天氣。今日全英多數地區天氣偏凍，北部同蘇格蘭有雨有雪，倫敦同英格蘭南部就以多雲為主，早晚溫度接近0度，大家外出要着夠衫。今日重點新聞有：寒流殺到英國，聖誕遇上風暴級強風，英國全國交通大亂，長假期變賊人黃金週，皇室全員出動迎聖誕。隨住寒流持續影響英國，今日多間能源公司同安全機構指出，全國家庭能源用量正顯著上升，尤其係供暖期間。根據官方能源統計，英國家庭每年大約用2700千瓦時 kWt 電力同11500千瓦時天然氣，其中冬季用氣量比夏季大幅提高，主要用於暖氣同熱水供應。季節性趨勢顯示，冬季日常用電平均可達大約941千瓦時每日，高於其他季節，反映供暖負荷同生活電力需求增加。業界指出，氣溫降低同日照時間縮短，令唔少家庭早晚長時間開暖氣，能源消耗進一步增加。即使英國總體能源消耗自長期趨勢睇有所下降，但家庭能源消耗反映出因氣候變化使用行為有所波動。喺生活成本持續高企嘅情況下，平均英國家庭2023年能源支出已經達大約57.6英鎊億鎊，包含電與氣，顯示能源開支仍然係家庭財政一大壓力。專家建議市民可透過調低暖氣溫度、分區供暖同善用恆溫控制等方法，減少不必要開支。但政府同社會機構亦提醒，長者及有慢性病人士喺保持室內暖和同通風之間要注意平衡，避免健康風險。聖誕節本應係全國出行高峰，但今年英國多個地區就遇上強風天氣，導致交通系統出現明顯混亂。英國氣象局表示，受低氣壓系統影響，沿海及高地地區陣風風速一度超過每小時60英里。部分地區接近風暴級別，為咗安全起見，多條鐵路線需要臨時減速，甚至限制班次行駛。部分長途列車出現延誤或取消情況。航空方面，受側風影響，部分機場需要重新調整航班起降安排，令聖誕出行人士行程被迫延後。公路方面，當局亦都向高新車輛，包括貨車同露營車發出強風警告，提醒駕駛者特別小心。有交通專家指出，假期期間天氣唔穩，任何輕微延誤都可能引發連鎖影響，建議市民出發前密切留意最新交通公告，並預留額外時間。隨住長假來臨，英國建築工地成為治安業界最新重大安全隱憂。根據安全公司同業者指出，近期建築工地盜竊案已經顯著上升，特別係趁工地冇人守夜或者夜間光線較弱嘅情況下，組織化犯罪集團針對儀器、工具甚至機械設備發動偷竊行動。多項行業統計顯示，建築業每年因盜竊而損失超過800英鎊8萬，約9000幾萬英鎊，而呢個數字只計及直接財物損失，未計因工程延誤、保險升幅、租借設備等間接成本。另外，據市場調查，又有高達92%嘅工地管理者表示佢哋曾遭遇偷盜事件，而約15工地每週至少遭遇一次入侵或者偷竊。最常被盜嘅物品包括動力工具約52%、銅線48%同電纜33%，而且近半數業內人士甚至曾被犯罪分子提出類似保護費嘅要求，顯示部分盜竊活動已經逐步靠向有組織經營。
安全顧問指出，長時間夜間黑暗，工地無人值守，再加上高價工具易轉售，令工地成為理想目標。專家建議加強照明、集中存放設備、裝設 CCTV 及報警系統等，係目前最有效嘅防控方法。每年聖誕節，英國皇室都會按照傳統出席位於 Sandringham 嘅聖誕教堂儀式。而今年同樣成為全國關注焦點，由查理斯國王同康米拉皇后帶領皇室成員一同前往位於 Norfolk 嘅聖瑪麗瑪格達倫教堂，參加一年一度嘅聖誕禮拜。Sandringham 一直被視為英國皇室嘅私人度假地，而聖誕教堂活動更被視為皇室最具象徵性嘅傳統之一，代表穩定、延續同家庭凝聚力。今年活動亦都吸引大量民眾同傳媒在場守候，唔少市民專程前往，希望一睹皇室成員風采。部分皇室成員亦都喺儀式前後同公眾簡短互動。皇室評論指出，喺社會同經濟環境持續變化嘅情況下，呢類公開而低調嘅傳統活動有助維持皇室形象，亦向外界傳遞延續同團結嘅訊息。